伊是普觉菩萨在大众中即种坐起，顶礼佛足，游绕三匝，中规插手礼白佛言：大悲世尊，快说禅病，令诸大众得未占有，心意动然，核大安稳。世尊，未世众生气佛渐远，显现稳福舍法渐疾。殊诸众生求何顶临？以何顶法？行何顶行？拄去何病？分何发心？令彼君王不对邪见。作是语义五体投地，如是三请将离复使。尔时世尊告普觉菩萨言：现在，善男子，汝等乃能自问如来如是修行，能使未世一切众生无为道眼，令彼众生定成圣道。汝今谛听，当为汝说。时普觉菩萨奉教欢喜，及诸大众默然离听。善男子，未世众生将发大心，求善知识，欲修行者，当求一切正知见人，心不自相，不着声闻，缘觉境界。虽现颠罗心，行清净，是有诸过，赞叹梵行，不令众生入不立疑。求如是人，即得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未世众生见如是人，应当供养，不惜生命。彼善知识，数位于中，常现清净，乃至示现种种过患，心无骄慢，况复不才，车主惯属。若善男子以彼善友，不起恶念，即能究竟成就正觉。心花发明照十方刹。善男子，彼善知识所证妙法，应离四病，分何四病？一者足病。若复有人作如是言：我以本心做种种行，欲求缘觉。彼缘觉性非足得故，说名为病。你者人病。若复有人作如是言：我等今者不断生死，不求涅槃。涅槃生死，无起灭故，无起灭念。因彼一切随自发性，欲求缘觉。彼缘觉性非人有故，说名为病。三者疾病。若复有人作如是言：我今自心应识自念，得一切性。即言平等欲求缘觉。彼缘觉性非智合故，说名为病。是者灭病。若复有人作如是言：我今应断一切烦恼，身心毕竟空无所有，何况金钱虚妄境界？一切应执欲求缘觉。彼缘觉性非执相故，说名为病。离四病者，即知清净。作是观者，名为正观；若他观者，名为邪观。善男子，未世众生欲修行者，
应当尽命供养善友，使善知识，比善知识欲来亲近，应断交慢；欲复远离，应断亲近。现逆顺境，犹如虚空，了知身心，毕竟平等。遗诸众生，同体无异。如是修行，方入圆觉。善男子，未舍众生不得成道，由有无数自他情爱，一切种子故未解脱。若复有人关闭冤家，如击父母心，无有利，即独自病。以诸法中，自他情爱，亦复如是。善男子，未舍众生欲求圆觉，应当发心作如是言：真是虚空，一切众生，我皆令入究竟圆觉。以圆觉中无处觉者，除迷我人一切诸相。如是发心，不对邪见。尔时世尊欲中宣此义，而说偈言：破觉逆当知，未舍诸众生，欲求善知识，应当求正觉。心远离圣者，法中独四病。为作只人灭，亲近无骄慢，远离无嗔恨。见种种境界，心当生希有。凡如佛出世，不犯非礼语。戒今应清净，度一切众生，究竟入圆觉。无比我人相，常依止智慧，并得超邪见，正觉盘涅盘。